Benz A250港車北上嘅重頭戲就係音響改裝。咁依家裝好咗啦，裝喺邊啊？原來隱藏喺呢度。咁呢條 Benz A250嘅音響升級方案咧，就前懵採用咗許碧麗加2雷嘅中音嘅，中高音裝喺 A 柱，前後懵原裝位安裝，非常之好睇噶。中置原來係冇喇叭嘅，咁我哋一樣去安排上去，咁營造兩個皇帝位。咁呢條車舉咗太拎嘅，呢個噪音咧係冇辦法忍受嘅，所以我哋安排咗俄羅斯 STP 嘅4人雙層隔音，睇睇呢個效果。成套系統咧，我哋全部安裝喺後尾箱呢個位置。咁 MK2 加 MK4 推動前面嘅3分頻，咁呢個單路功放咧推動10寸嘅彩虹超低音。呢個12路嘅 DSP 咧就係全車調校，推動後尾蒙嘅喇叭同埋中置喇叭嘅。咁依家全部搞掂啦，我哋上車聆聽好聲音。我突然無言靜了下去，細心把你望，只想再看一次，令我暖暖的眼光。在漫長漫長路上，你我未曾遇那天，今天的目光天天我會上天。